刚刚的背被砍一刀的那个胖子。那是跑出去了吗？还在打吗？这是被砍的哦。被砍，那是血。要上车去吗？大型的就直接拍掉，我绕了2次都没有看到。那是不是同一件是属于大竹中心吗？本分局7月1日晚间14时许接获报案，位于本辖海港路的彩虹桥下有多人持械斗殴，立即启动快打警力到场，为嫌犯早已逃逸。现场一名男子颈部遭到砍伤，送医急救后宣告不治。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，调阅沿线监视器，锁定可能涉案车辆，兵分多路前往通知带回车主与驾驶人，厘清事件发生的原因，并循线带回查获带头纠众斗殴主嫌黄男，且陆续带回参与斗殴嫌犯共14人，在案发6小时后内火速破案。